收听3月23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界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约伯记2章1到8节，不知道的依然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几天我们都用不知道的做开头，因为在读约伯记的时候，真的会让人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不知道的比我知道的还多，而且是越读越会发现，特别后来约伯记后面我们会发现，当上帝问约伯的时候，每一个内容真的可能都答不出来，发现自己知道的甚少。然而不知道的当中，上帝他想要说什么呢？我们尝试诠释，尝试透过迦南之声分享，在今天也学习来认识上帝在我们的不知道中，他依然爱我们。我们虽然不知道很多的事，但却能够感受，也却能够在这其中来认识这位以信实慈爱我们的上帝。如同提摩太后书2章13节所说的，如果我们失信，他依然信实可靠，因为他不违背自己。我们的上帝是信实可靠，即使人会因着环境，因着自己的限制，甚至因为自己的软弱而失去信心，失去信用，然而上帝的信实可靠却依然存在，不会改变，因为他不违背自己。上帝不会违背他自己，因为他是那位不改变的上帝。然而这样的说法，许多的人真的很难理解，所以在犹太人的传统文化当中，他们在信仰的教导上常常会用口头传说的方式，特别对他们旧约经典会有许多的诠释。诠释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就叫米达什，所以他们会写很多的这个米达什，想要去诠释他们经典里面想要带出来的那个意义或者是概念。所以在米达什里面就曾经有人提出这种概念，说上帝他其实从他自己的错误中学习。这对基督徒来说其实会吗？上帝会做错吗？可能会有很多这样的疑问但他们就是尝试用这样的方式将上帝人格化来诠释，然后写很多很有趣的故事。其中这个简单的故事就说，起初上帝创造了一个很严谨而且是以公义做管制准则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后来并不长久，因为人不可能如此完美。如果他不公义，或者是他没有按着这个规定的话，他就可能会被处罚或者是被处死，那这个世界可能最后就没有人了。然后上帝呢又做了一个以宽恕来维系的世界。我们可以想象无止境的宽恕，宽恕宽恕再宽恕，结果这个世界也不长久，因为好像都是宽恕，所以没有什么好维持的了吧。最后因为第一个第二个都不长久，上帝最后就创造了这个我们认识的世界。在这些诠释里面，将上帝人格化这个讨论，就是因为人总想要用我们所知道的方式、逻辑、想法、意念去诠释，尝试想要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或是我们不知道然后很想要知道的。然后约伯记呢却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如果我们在约伯记当中只看到公平，只看到苦难，或许有点太可惜，因为他可能要提供的视角是更多的，就像我刚刚说的米大许一样，让我们觉察一些我们可能不知道的。
当然刚刚所说的这个小故事是犹太人的诠释，也就是当我们跳出自己的框架去诠释的时候，当我们尝试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或许我们在约伯记会看到更多的东西，也是今天上帝要跟你跟我所说的。今天的经文就讲到，在这么多意外的发生，失去财产，失去这个儿女之后，约伯不知道的时候，在天上这些神子们，这些天使们又在侍立在我们上帝的面前，而撒旦也在这当中。而上帝呢就很主动问撒旦说，你到哪里去了？撒旦就回答他说，我就在地上走来走去啊，这边看看那边看看，看这世上发生什么事情啊。而上帝他会问说，那你有注意到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又再讲了一次一样的话哦。世上再也没人像他那样的人，他是一个正直的好人，而且敬畏上帝，不做任何的坏事。你虽然向我游说，要我准许你无缘无故的打击他，可是你有发现他仍然像以往一样对我忠诚。讲到这里的时候，好像两个人在对话。我不知道如果放下许多情绪，你认为上帝他在讲这段话的时候，他在讲什么？他是在讲一个哇哦，我这个仆人约伯好棒，还是在讲说这就是正常的，世上真的有这样的人，就是这样，难道你不知道吗？而撒旦这时候的回应我觉得也很有趣。很有趣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好像在被骂或者是怎么样，而是他回答的方式其实很像许多的人在遇到别人问你问题的时候，或是跟你分享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总是会看出那个鸡蛋里面的石头，总是会看见那个缝可以钻下去，总是会在同一个问题里面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疑问，总是能够找到在这一个事情里面的那个缺点。而撒旦只是帮我们说出了我们可能很常会说的话。他说以皮换皮不吃亏啊，这件事情又没有伤到他的核心，又不是他最在意，也不是他的地雷啊，又没有踩到。大概那种诠释，这是我的诠释。那如果人你伤到他最重要的，他最宝贵的跟你讲，他会愿意舍弃其他的一切。所以如果上帝你现在如果是伤害他的生命身体，你看他会不会当面咒骂你？于是我们的上帝就对撒旦说好吧，那他在你的手中，只是不许你杀他。撒旦就从上主面前退出，开始打击约伯。他从头到脚就长了毒疮。然后在那个时候因为那时候的文化或者是那时候生活习惯，其实那时候环境卫生系统一定是不好的，没有现在这么好。约伯呢就去坐在那可能是一个旷野或是远离村庄的地方这边说是垃圾堆，因为那边时候那个地方可能是放很多垃圾的地方，就拿一块瓦片开始刮自己身上的毒疮。在我们读到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能会很 focus 很注意约伯什么原因发生这些事。其实今天也有讲到这些意外是无缘无故然后在这不知道当中，或许我们要看见的视角是除了约伯以外的其他视角。第一个视角是要看见撒旦他回答以及他对上帝的想象。他认为人会相信上帝一定是得到什么好处，如果没有好处，没有奖赏，没有祝福，谁会相信上帝？这其实也是许多信仰者基督徒们需要好好的来思考。我所相信的上帝，就像昨天说的，是附带许多
对我有利条件，所以我相信上帝。那如果我今天遇到了坏事，难道上帝就不存在吗？难道上帝他心意不是要赐福吗？难道上帝他没有要给我平安吗？还是我认为的平安赐福是按着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意志，我自己以自我为中心的上帝？那其实我们可能在拜的是偶像，而不是上帝哦。而今天另外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是，之前不是想跟大家分享是上帝的角度。其实他一开始就讲了，他说约伯，他说你注意到我的仆人约伯没有？他对人的看法，他真的在这世上看到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正直的好人，敬畏上帝，不做任何恶事。而且他跟撒旦这样说，真的有这样的人，他相信我们按着他形象所创造的人，真的就如同这个形容词，也就是其实上帝他创造你，他是相信你，相信我，如同今天 RPG 的经文所说的，他按着他的信实，如果他创造人的目的心意是美善的，从开始到结束他都相信。所以以至于到一个程度，会不会也因着这样，上帝才愿意让他的独生爱子成为我们的拯救？因为他知道人没有办法靠自己自救，需要他者的拯救，但是人又这么的知道的太少，所以透过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让我们来认识他的心意，认识他是如此的爱你跟爱我。从开始他就相信我们是值得被信任的。那我们怎么看从上帝角度来看的约伯呢？今天我们要来默想，上帝他不仅是全然爱我们的上帝，他其实是不是也是那位按着他的信实相信我们的上帝？当你发现这位上帝原来他创造你的心意，是他全然的相信你跟他的美好关系，他全然的相信你能够活出他创造你那最美善的心意。在这当下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或需要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公义的主，你是信实的主，你也是那位按着你的形象创造我们，并且相信我们可以活出你心意的主。所以你用各样的方式，就好像一个父亲，好像一个母亲，想要带领他孩子长大，在那个过程当中一次又一次给他那个尝试的机会，不论他做错或是做对，总是看着他从那或坐或爬开始，到能够站起来行走，可以跑步，可以做各样的动作，甚至可以成为一个运动健将的时候，主，你看见你的孩子真的是活出他被创造的样式时，就如同今天你说约伯，他是一个全然敬畏你的人。主，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不只是苦难，而是在苦难背后可能映照出那更美好的生命，是知道有一位上帝完全相信我们可以活出他美好心意的上帝，是看见不论在什么样境况中仍然保守我们性命，仍然让我们可以信靠的上帝。求主也帮助我们，使我们不将我们限制在我们感受到的信心，而是扩张我们的眼光，使我们透过我们实际的信仰行动来累积，来扩张，来继续建造
我们对你的相信。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继续带领我们经历充满主你爱、充满主你信任的一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很开心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一起在约伯记里面来看见上帝的视角，学习用他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生命。我是思倩牧师，我们明天见。